項羽12面金羅寶藏之謎。浙江紹興柯岩街道的項里村，因項羽曾隱居在此而得名。據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，因項梁犯命案，項羽和他一起在吳中避難，他們就生活在會稽一帶。當時他們就隱居在項里村一帶，並在當地村民的庇護下，暗中積聚力量，招兵買馬。之後，項羽在項里一帶召集貴族子弟8000餘人，用12面金銅鑼鳴鑼交戰。這12面金銅鑼精工細作，鑼大如輪，聲宏音清，背面著有12生肖圖，所以一直流傳着一個關於項羽寶藏的傳說。傳說項羽於江東起兵前夜，在浙江紹興柯岩街道的項里村埋下了12面金鑼。這12面金鑼有古代車輪那麼大，可以說是超大尺寸。另外用的是80%的金子，20%的銅打造的。項羽寶藏之謎，破譯藏寶圖字符就能找出12面金鑼。既為了方便自己以後尋找，又為了避免被人盜寶，項羽就在村東草灣山上刻了神秘的字符。當地流傳着三角田頭、三眼橋頭、三岔路口，據說即指此事。傳言說，只要人們能破譯這神秘的字符，就能找到項羽埋藏的這12面金鑼寶藏。有人宣稱自己掌握了寶藏的破譯方法，可以高價為人破譯，也有人對神秘字符作了不同的解讀方式。項羽寶藏之謎，破譯藏寶圖字符就能找出12面金鑼。2000年來，無數人來破譯藏寶圖，但卻沒有人成功找到寶藏。到底是人們沒能準確理解藏寶圖的意思，還是寶藏根本不存在，從古至今一直是個謎團。然而12面金鑼到底埋藏在哪裏，價值幾何？如果有人能找到這個寶藏，其價值無法估量，因為一夜暴富更是完全有可能。另一方面講，這屬於國家文物，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。據說破解項羽金鑼寶藏的神秘字符，就刻在一塊不規則的5邊形石頭上。這塊長約5米，最寬處約有3米，最窄處約有1.5米的青灰色的石頭趴在山腰上，就像一個巨大的龜殼。而這塊石板就在草灣山。草灣山是位於紹興竇墓尖北麓的一座海拔70多米、長400餘米的山峰。項里村就在草灣山山腳下，一座新修的項羽廟就坐落在山西面。因山上覆蓋着厚厚的灌木林，所以雖然這裏有寶藏的傳言，但村民仍很少上山。這塊石頭上的印記就是傳說中的項羽藏寶圖。印記似乎是用鋒利的銳器刻畫，有7至8厘米深、5厘米寬。這些印記雖然樣式古樸，但既不像篆文，也不像金文。近觀整個圖形，不像是什麼文字，反而比較類似於房屋平面設計圖。項羽當年在草灣山刻了藏寶圖，埋的寶貝不是12面金鑼，只是12座青銅對於，所以上述的猜測也只能說是一種假設罷了。